哦，这也是栽种技术呢，可以学习啊。那么多盆呢、可以种很多盆呢、这个是菜呢，培养土种的菜。哦，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前面那条路就是泰康隧道，绿色隧道哦，绿色隧道往东边去就是什么五金营是左转啊，那继续前行就是小腿啊，有崇西国小，往右要往国一后会经过工业园区、工业区的柳营工业园区，往左边往北，可以到那个什么小腿啦、田尾啦，也治疗啦。